咗大家4年嘅處境喜劇《愛回家》終於拍攝殺科嘅戲份，同時意味住劇集即將要同觀眾 say goodbye 啦。嚟到最後一集，演出過《愛回家》嘅演員都聚首一堂，就連原本劇本安排離開咗香港嘅黃翠如同埋張繼聰喺最後一集都會歸位，真係名副其實嘅大團圓結局啊！我哋因為去完喜馬拉雅山啦，咁去埋印度，咁上埋呢個珠穆朗瑪峰之後，最後兜翻個圈翻嚟，終於回家啦。係啊，愛回家都幾開心㗎，因為雖然我哋兩個拍嘅時間唔算好長啦，同其他演員比較，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戲有好多演員都好，即係啲角色好深入民心咯。咁但係我哋係冇同場過嘅，咁可以話攞翻美彩，最尾可以同係咪可以同丹爺嗰啲可以一齊飲一餐咁咯，係。其實都幾特別嘅，因為即係我哋之前啱啱拍咗一場係全部《愛回家》所有演員一齊唱歌跳舞，咁先發現哇，原來《愛回家》係好多好多演員。咁你啱睇個婚宴都知啦，其實基本上我哋全TVB，我諗有一半嘅演員都係喺《愛回家》裏面，係啦，一齊有份嘅，咁所以個感覺幾得意。雖然之前翠如同埋阿聰暫別《愛回家》，但係佢哋就喺另一套劇《幕後玩家》再續劇緣。不過兩人嘅角色關係就再唔係情人喎。我兩個角色都係爭好遠嘅，咁所以要諗翻即係究竟大師嗰個感覺係點？咁同埋同翠如嗰個感覺唔同嘅，因為做愛回家嘅時候咧同佢一對啦，咁但係而家拍緊幕後玩家咧，咁就係我同阿蕭係一對啦，咁但係阿蕭同翠如都係一對嘅。係咯。係啦，咁就變咗有係咁變咗即係有嗰種即係。怪怪啲嘅感覺咯，即係拍翻《愛回家》嘅時候，即係要逼自己入翻戲。有冇少少憎佢情敵喎？真係有冇搶你個阿蕭？其實佢自己幻想我都唔知道佢有個情敵，我真係要再睇翻劇本先。